针对工会尚未完全确认当时状况，我们工会在此生跟媒体还有社会大众们深感抱歉。有关本会理事郭子嫣之争议言论，本会于第一时间未尽完善调查责任。至查证不周，说明有所不清之处，本会予以致歉。本会理事郭子嫣于111空服人同事私人 LINE 群组发出争议言论之时间为7月7日下午2点，于7月7日晚间遭截图外流。当时多数工会干部因刚结束罢工，多在休息。7月8日早上8时。郭子嫣言论涉及霸凌之讯息，已经蔓延开来。同时间也有非常多挂有郭子嫣昵称与头像的赖截图在网络上流传。工会当时询问郭子嫣本人有关霸凌言论是否为真，郭子嫣表示仅为同事间的玩笑话，并无霸凌之意。本会基于当时所掌握的资讯，在7月8日早上10点。第一时间受访时对外表示：一、网络上有冒用账号状况；二、郭子嫣没有霸凌意图。针对当时工会未尽调查责任，未取得郭子嫣赖群组完整对话脉络，故没有在第一时间代郭子嫣说明清楚其发言内容与脉络，导致社会误解。本会深感抱歉。针对工会尚未完全确认当时状况，我们工会在此生跟媒体还有社会大众们深感抱歉。罢工的状况已经结束了，那可能不管是立场各有不同的所有的同仁，情绪上都有很多波动。那站在工会的立场以及我们跟公司有签了和平协议，我们希望在罢工结束后回到工作岗位上，可以施行一个新的劳资关系，无论是立场不同的所有同仁，都可以回到原来愉快开心，然后平安，然后共同负责认真的把工作完成。然后尽量去修补这个事件造成的劳之间的关系，然后让公司的营运尽早恢复正常。然后主要就是也呼吁公司虽然郭子嫣这次的言论的争议事件它的确有不当的地方，那工会也会去呼吁跟提醒我们的会员要注意礼貌，还有注意尊重，然后回到工作岗位上，尽量把情绪恢复到最理性、最正常的状态。那也希望公司能够秉持着公正公平的调查原则，去厘清所有的细节，然后主要就是朝着修复未来的工作关系、劳资关系来共同努力。